最近掠到真侪食毒赛车案例，有立委今仔是开记者会，指出讲有掺毒品的电子烟哦，即摆伫校园是真事件。立委要求司法单位要认真了，嘛要甲教育单位、佮卫福单位来合作，防止即款新兴的毒品愈来愈事件。补足校安漏洞。化考后控诉校园贩毒泛滥，需要加强管校管理的诉求，而且都因为食丧尸分弹毒驾的案例一直发生。那被立委邀集教育部等单位举行记者会，指出掺有毒品的电子烟严重流传。今年敢若1到4月查获的相关非绿液检体已经超过1600件，比去年规年也较悬。要求相关部会合作，同齐来破网。目前对于我们校园毒品的一个防治的工作是非常需要从源头，然后来仰赖我们跨部会的一个合作机制。关于学生那边所检验出来的尿液检验，基本上是由我们的法医研究所来检验，仪器是更高端的，那他的人员是更专业的，所以基本上他所能检验出来的毒品的品项是全品项。教育部强调，会甲警政单位保持联系，找找可能的校园防毒机会。法务部也强调，法医研究所的检测是真精准，食新型毒品的学生唔当心存投机。比如情绪突然间出现频繁的障碍，或者生理出现频繁的问题，比如头痛、呕吐等等，家长可以帮忙政府一起来关心我们的孩子。卫福部指出，透过家长关心，若发现囡仔有使用电子装置等的情况，要及时介入。立委是希望政府会当把中毒管的喙暖试剂强化查缉的精准度，多方面来防止贩毒的泛滥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